烈嘅掌聲咧，多謝咧婦女會嘅幼稚園一班嘅小朋友，幼稚園。老師對望佢哋。掌聲啊！佢哋咧小朋友可以啊，婦女會有籌啊嘛，係咪啊？我都同大家咧拜一個年先啊，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。佢哋而家咧會將啲道具接住落嚟咧，佢哋會一邊唱歌一邊同各位咧就係跳舞嘅。呢一首歌曲咧，可能一聽你哋都耳熟能詳。如果你哋識唱，
天飛。